中國大陸嘅防空雷達啊，大多數其實原本都係嚟自係俄羅斯嘅防空系統嚟㗎。好啦，嗱，世界咧喺呢十幾年咧出現咗好大咧嘅認知嘅變化。你可以話咧，中國大陸嘅認知作戰咧係真係好有用啊，因為佢令到好多係國家，包括西方國家在內嗱，但係最受害嘅就係同中國大陸有來往嘅國家，就完全信晒中共咧嘅大外宣嚇，以為中國大陸而家嘅防空系統啊已經咧係超越咗俄羅斯，更加係追到咧西方世界。好啦，嗱，導致有好多呢啲國家嗱，不過佢哋都冇選擇㗎啦嚇，佢哋除咗同俄羅斯買武器之外，嗱就只能夠選擇咧中國大陸嚇。如果中國大陸真係咁好打嚇，中國大陸一早已經對外喐手啦嚇，亦都已經係支援伊朗嚇，仲有俄羅斯嚇。你見到咧中國大陸咁耐以嚟都毫無行動㗎嚇，你就知到底嚇其實中國大陸佢自己有幾多斤兩啊嚇，應該咧心中有數。